后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啊，真侪人行村拜年，拢会买一个礼盒做伴手。超商看准这个趁钱点，是准备坐礼盒，互民众来选买。不过桃园有一间超商，是甲礼盒规个蹲伫个店口。 搁今日落雨会喷淡去，是搁创一个门梨啊炸条咧。这个顶仔卡有2/3拢去互因占去，民众过路真无方便。警方到场处理，讲用这个物品占顶仔卡，相关的当罚款2400块。民众行来到顶仔卡，这间超商的头前，选择要无卡路，因为道路好用塑胶布围起来。 原来是超商的礼盒，那蹲伫咧店门口，业者甚至用塑胶布围起来，也防指控占用道路。变这么小啊？可是有那个的话就太夸张了吧？桃园市邦田区顶仔卡超商的头前，有1/3的范围，防用塑胶布围起来，剩一条细条路通行。有民众经过，惊一个险啊老下海。 有人质疑超商抢年节礼盒的相机，所影响到行前的权益。有礼盒才拉出来，因为怕下雨。这间超商的店员讲，塑胶布平常时拢无咬起来，严格占用道路都是违规。警方接到通报，也随个开单。物品摆放在骑楼的情形已经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2条第1项规定，处行为人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。 2400以下罚款。面对证据，超商的总公司回释咧，讲这是特殊的状况。警方开单后，当事业者也已经将所有礼盒拢收起来呀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